大家咧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家寶 Sir， 我知道你哋警隊咧好快會有一支嶄新嘅部隊喺市區度巡邏，進一步保障市民嘅人身安全。冇錯啊！呢個部隊嘅名咧就叫做反恐特勤隊，而喺12月嘅下旬呢，佢就會開始喺市區巡邏嘅咯。不如咧，我哋一齊睇下反恐特勤隊訓練同埋演習嘅情況啊！藍色芭蕾舞，一身軍裝制服，表面上咧同機動部隊以及衝鋒隊嘅隊員冇乜分別。但係咧，如果細心留意一下，就會發現佢哋佩戴嘅咧係曲尺手槍，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會配備 MP5 機槍添。反恐咧係我哋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工作，而為咗防範未然同埋遏止有可能喺香港境內發生嘅恐怖活動，我哋咧就特別整合咗原本由唔同部門負責嘅工作，並且咧集中咗資源同埋人力，喺2009年嘅7月成立咗反恐特勤隊，專責前線嘅反恐任務。反恐特勤隊係隸屬反恐怖活動及內部保安組，我哋主要嘅工作係包括預防任何有可能喺香港發生嘅恐怖活動，保護敏感性嘅建築物同埋一啲重要嘅基建設施，包括港口設施，又或者係鐵路設施。我哋都隨時做好準備去應付或者處理任何有可能香港發生嘅恐怖活動。咩等？我正話去完廁所翻嚟咧，架車無端端俾人硬笠咗啊！嗱，先生冷靜啲先。咁你有冇人受傷？冇啊，冇人受傷。咁我而家揾其他同事嚟幫你。由於反恐特勤隊嘅首要任務咧係反恐，所以咧喺執勤嘅時候，如果遇到市民一般嘅求助情況，如果係非緊急嘅話咧，都會交俾其他嘅單位去處理，而佢哋咧就會集中進行反恐嘅任務。2名恐怖分子將會有所行動，警方收到消息之後，就馬上調派正在執勤當中嘅反恐特勤隊隊員趕到現場了解情況。走！喂，我嚟啦！師傅，喂，快手執到啦！好。雙手舉高。摸槍。OK， 加住。由於工作範疇同埋環境嘅唔同啦，所以咧要成為反恐特勤隊嘅成員，都必須要接受比一般警務人員更加嚴格同埋深化嘅訓練。而體能咧就係最基本嘅要求啦。喺每個星期，我哋都會有2日嘅訓練日。我哋嘅訓練係包括咗戰略性嘅訓練同埋呢個體能上面嘅訓練。喺訓練當中，我哋需要大量嘅體能去配合嘅。我哋嘅訓練咧，亦都包括咗對槍械嘅認識、了解槍械嘅性能同埋佢哋嘅安全守則。另外，訓練亦都包括咗戰術性射擊啦、戰術性巡邏、火力掩護下進攻同埋火力掩護下防守等等嘅。由於恐怖分子咧好多時都會擁有槍械同埋軍火，並且咧隨時進行突襲，要控制場面咧，隊員除咗本身要槍法準成之外，仲必須要建立默契，組成唔同嘅陣營。無論喺進攻同埋防守嘅時候咧，都要互相配合、互相掩護，運用火力同埋戰術，以最快嘅速度咧去完成任務。當我加入咗之後咧，我知道除咗喺體能上之外咧，喺射擊訓練啦、戰術訓練啦，同埋呢個合作精神咧，亦都係要求非常之高嘅。咁經過喺呢幾個月嘅艱辛訓練入邊呢，我對於嚟緊嘅執勤工作咧嘅信心係非常之高嘅。反恐特勤隊喺12月正式執勤，目前咧有35名成員，並且咧由1名督察帶領。展望未來咧，會擴充至100多名人員㗎。Currently, there is no specific intelligence to suggest that Hong Kong may be the subject of a terrorist attack. However, we do remain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take the threat very, very seriousl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unter-Terrorism Response Unit is just one more method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Hong Kong, particularly with relevance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nd sensitive premises. We aim to make Hong Kong one of the safest cities in the world. 家寶 Sir，